真正花莲的地震是严重损断地方的观光。台中市长罗秀燕、甲宜兰县长林姿妙，也有台东县长姚庆玲、嘉义市长黄敏惠，十分因4个人砸捐款去甲花莲，嘛保证会带团去花莲来旅游，也有协助行销在地农特产，希望用行动来为花莲加油。 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女力县市长的一个联盟，第一个呢有钱出钱继续再募款哈，第二个呢我们也都讲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团体哈，那会号召会邀请进到花莲县来哈，那希望能够振兴花莲的观光跟经济。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货要出去。罗秀燕表示，在921地震的时阵，台中的受损是真严重，即嘛是保温的时阵。 咱那花莲中建是长时间的工课，伊嘛强调4个女县市长去花莲来小天是头一批，然后各县市的首长嘛会小连续去花莲来甲因斗3天。这4个县市长嘛有甲政见法师见面，感谢主席伫咧地震了后提供医疗、物资，也有心理支持相关的协助。